各位早晨，早晨，歡迎弟兄姊妹同埋朋友參加今日嘅主日崇拜。今日2025年11月2日，感謝神，我哋可以奉主名聚集，願大家喺創造萬物嘅主面前放下一切重擔同掛慮，喺敬拜當中得着從上頭嚟嘅鼓勵同能力。歷代志上10章31節。願天歡喜，願地快樂，願人在列邦中說：耶和華作王了。現在請敬拜小組以詩歌帶領我哋一齊開始今日嘅敬拜。詩篇145篇1節，我嘅神，我嘅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遠遠稱頌你的名。詩篇19篇1節。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請會眾一同站立，讓我哋以敬虔嘅心歌頌我哋嘅神，敬拜上帝。來敬拜上帝。Oh
詩篇139篇23至24節。神啊，求你監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裏面有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路。願意我哋以祈禱嘅心嚟到唱呢首詩歌。多謝敬拜小組，帶領一齊開始我哋敬拜。現在讓我哋一齊讀神嘅話語。我哋將以啟應方式誦讀經文，由我讀雙節，請會誦讀單節。我哋睇嘅經文係馬太福音13章24至30節同36節至43節。24節，耶穌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好像人撒好種在田裏。知人睡覺的時候，有仇敵來，將稗子撒在麥子裏就走了。到長苗吐穗的時候，稗子也顯出來。田主的僕人來告訴他說：主啊，你不是撒好種在田裏嗎？從哪裏來的稗子呢？主人說：這是仇敵做的。僕人說：你要我們去鋪出來嗎？主人說：不必，恐怕好稗子，連麥子也拔出來。用這兩樣一齊長，等着收割。當收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先將稗子薅出來，滾成捆，留着燒；唯有麥子要收在倉裏。36節我讀先。當下耶穌離開眾人，進了房子，他的門徒進前來說：請把田間稗子的比喻講給我們聽。他回答說：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種就是天國之子，稗子就是那惡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敵就是魔鬼，收割的時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將稗子薅出來，用火焚燒，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惡的，從他國裏挑出來，丟在火爐裏，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我哋一齊讀最後。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裏，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願神將佢話語放喺我哋心中，成為我哋腳前嘅燈，路上嘅光。現在我哋一齊同心祈禱。
我哋嘅巴父神，我哋今日有着氣息都係你嘅恩典，讚美你係榮耀尊貴嘅神。感謝你，我哋可以奉耶穌名一齊嚟聚集敬拜。唔經唔覺，2025年我哋已經度過咗10個月，感謝你嘅保守。親愛主啊，我哋為咗中東加沙地區禱告，求主賜下平安，叫一切嘅和談決議能夠落實，使呢個地區能夠得着持續嘅和平，盡快真正結束戰事。親愛天父，求你使烏克蘭同俄羅斯之間嘅戰爭能夠有停火嘅空間，叫有關領袖能夠揾到真正能夠和平嘅方案，亦都為當中斡旋嘅美國禱告，求主使三方面嘅領袖有務實嘅方向，盡可能喺最快時間實現停火，以致能夠盡快展開戰後嘅重建。為到澳洲開始進入夏天，禱告頻繁嘅極端天氣可能引致乾旱同山火，求主保守聯邦同埋地方政府有效嘅措施應對。求主紀念我哋當中嘅宣教士，遠方嘅有法國嘅 Paul Joyce 一家，高原地區嘅有 Chan Ivan 一家，喺發展中嘅國家有 J. Jill 一家，喺澳洲我哋呢度有正在完成音樂治療嘅燒賣，同埋喺原住民區開展門徒訓練嘅施文燕博士。我哋從祈禱書信中睇到你喺佢哋當中嘅恩典，心中獻上感謝。求主紀念佢哋有唔同嘅難處同需要，應允佢哋嘅一切所求。感謝主，今朝見到 John Merchant， 感謝你都一次係醫治，求你繼續醫治佢。神啊，你都求你我哋當中身體軟弱嘅弟兄姊妹，求神保守醫治佢哋。為着教會，求神指引同保守教會當中嘅領袖，求神每日同佢哋同行，使佢哋行走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亦求主保守我哋每一個肢體嘅靈魂、身體都興旺。我哋主，求你赦免我哋隱然未現嘅罪，教導我哋如何去等候你翻嚟。我哋禱告有不完全之處，求你補足。求你賜福今日蔡牧師嘅講道，使我哋得着從神嚟嘅教導。我哋祈禱係奉耶穌基督嘅名。感謝神，今日我哋有蔡恩強牧師嚟到我哋當中證道，題目咧係邪惡三位一體。講到嘅經文咧係來自啟示錄12章1至11節。請聽我讀出經文。天上現出大異象來，有一個婦人，身披日頭，腳踏月亮，頭戴12星的冠冕。她懷了孕，在生產的艱難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現出異象來，有一條大紅龍，七頭十角，七頭上戴着7個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龍就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等她生產之後要吞吃她的孩子。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將來要用鐵杖轄管萬國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寶座那裏去了。婦人就逃到曠野，在那裏有神給他預備的地方，使他養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爭戰，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龍也同他的使者去爭戰，並沒有得勝。天上仲未有他們的地方。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並他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請蔡恩強牧師。平安。
好醒啊！平安喜樂係神俾我哋嘅福氣嚇。咁今日係非常之特別嘅嚇，大家知道今日係羅老太咧100歲嘅生日啦嚇嘅 party 啊咁樣。咁我又見翻好多咧嚇，即係我喺香港嘅老朋友喎。咁首先咧就係羅老太嘅女啦，羅傑湘啦嚇，同埋佢嘅夫婿陳以誠醫生啦嚇，養手啊我。咁令我諗翻起咧，第一咧就係羅傑湘喺大學嘅時候同我係同一屆嘅。咁我一次喺圖書館同佢傾偈咧，我同佢一度記得嚇。咁羅醫生咧就係我個仔同我個女咧肺炎咁都係羅醫生咧係醫好佢哋嘅嚇。咁另外咧就係羅傑雅同埋咧佢夫婿梁永泰博士，大家都認識梁永泰博士啦嚇。上次喺大家中講到，咁我哋當年咧，我哋一齊嚟到建立呢個恩光書院咁咧就好見到神嘅恩典。咁上個禮拜啱有個講座 AI 講座係咪？咁其實好受歡迎喎喺世界各地咁而家繼續咧啲人咧係嚟到反應非常之熱烈不斷有人嚟到睇呢個YouTube 所以我好感謝神可以咁樣一齊嚟到侍奉。所以我同 Gordon Baptist 咧真係好似越嚟越親近咁嘅咧。好，今日咧我講到呢個嘅邪惡嘅三位一體。我發覺咧好多信徒咧，我哋都敬拜呢個神嘅三位一體係咪啊？三位一體嘅神。咁但係咧好多時候咧，我哋會忽略咗喺空中屬靈氣嘅惡魔係咪啊？原來頭先嗰段經文咧講緊咧都係佢哋都係三位一體嘅喎。不過呢個分別係咩咧？就係盜賊嚟，耶穌點講啊？盜賊嚟係咩啊？係要偷竊、殺害、毀壞同耶穌基督嚟咧，呢個三位一體屬神嘅三位一體係唔同嘅好，咁我哋大家記得我上次同大家都好耐啦，幾個月前同大家講到呢個天上邊嘅大敬拜係咪？咁今日我哋睇下呢個邪惡嘅三位一體。咁大家知道咧呢段嘅經文咧，就係喺7個印同埋7個號之後嘅第3個循環咧，就係乜嘢啊？7個碗係咪？咁其實咧點解講到呢度嘅時候咧，約翰要特別講到呢個邪惡三位一體咧？其實佢係要俾我哋見到咧喺呢啲世間上邊嘅苦難嘅背後。其實咧係有一個好厲害嘅屬靈嘅爭戰喺度好嗱，咁大家睇睇一個圖咁呢個屬靈嘅爭戰咧就有兩方嘅喎。一方咧就係大家頭先讀到啦，嗰隻龍嗰隻大紅龍其實就係撒旦。佢個代理人咧其實就係敵基督然後咧嗰個假先知就第二隻獸喺地上上嚟呢隻獸咧就係假先知。咁而敵對嗰方面係咩咧？就係嗰個婦人。大家留意下，佢講佢發光嗰個婦人係咪咁其實係講緊咩咧？其實係講緊大家記唔記得約瑟佢發夢佢發夢咩咧？佢發夢咧日月同埋11個星咧向佢下拜。所以呢個婦人咧，其實係代表咩咧？係代表以色列咁嗰啲冠冕就係代表皇權啦大家特別留意咧，就係嗰個婦人咧要生孩子係咪啊？咁嗰條龍咧就點？hold 住，哇！你一生個孩子出嚟咧，我就食咗佢咁樣。咁但係呢個孩子係邊個咧？其實呢個孩子咧，將來係用鐵杖管轄萬國嘅，即係邊個啊？即係好明顯嘅耶穌基督係咪？佢就係嗰個大衛嘅後裔咁又跟住嗰啲天使啦，同埋144000。咁呢邊咧咁樣嚟到打仗嗱，弟兄姊妹，我哋一齊讀一段，一齊睇一段經文先我又看見3個污穢嘅靈，好像青蛙，從龍嘅口、獸嘅口同埋假先知嘅口出來。佢哋本是鬼魔嘅靈，施行奇事，
到普天下眾王那裏去，召集他們在全能者上帝嘅大日子作戰。咁好清楚係咪啊？呢、個就係邪惡嘅三位一體啦。好，咁我哋首先咧，我哋一齊睇睇嗰條大紅龍先。咁啊，大紅龍點解紅色嘅咧？嗱，我陣間先講好嘛。我講下呢條龍先。嗱，不如我哋一齊讀呢段經文好嘛？一齊讀下呢段經文係好重要嘅，一齊讀下1、2、3。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因為那在我們上帝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嗱，首先咧，呢度講到嗰條大紅龍。你發現呢個大紅龍咧，其實一路喺度逼迫嗰個生孩子嘅婦人，係咪？佢要食咗嗰個孩子。弟兄姊妹，當你睇成個歷史、歷世歷代咧，你發現咧，其實撒旦係一路咧係要消滅神嘅選民嘅，佢要消滅嗰個後裔。記唔記得埃及啊？以色列人喺埃及啊，每生一個小朋友就點啊？就要殺死佢係咪？其實呢個我哋而家現在叫 genocide 係咪？滅族啊，其實佢要殺死將來嗰個嘅救主跟住咧，記唔記得咧？我哋跳得好快中間仲有好多我唔講啊。希律當希律知道呢個彌賽亞會喺伯利恆出生嘅時候，佢點樣做啊？佢就要殺晒伯利恆所有嘅嬰孩，係咪啊？所以其實呢個嬰孩同埋猶太嘅民族，佢哋一路咧係喺苦難當中。好啦，到最後神嘅兒子彌賽亞真係出世咯喎！哇！你哋發覺，你哋發現咧，魔鬼撒旦真係好多方法，係咪？到最後要將佢釘咗喺十字架上邊。但係奇怪。佢釘咗十字架，佢以為我哋贏咗啦，今次連神嘅兒子都殺咗啦咁。點知神叫佢復活喎，叫佢完成咗救恩喎。所以有時我咁樣諗如果我係魔鬼嘅話，我睇見啲咁嘅事，我用千方百計殺咗神嘅兒子，點知佢復活仲完成咗救恩？佢個反應係拜中計，係咪？哇！原來神嘅計劃真係咁犀利嘅喎。咁呢度講到係咩咧？就係呢條大紅龍咧，就係摔在地上，係咪？仲拖拉住天上嘅星辰1/3。其實呢個咧，簡單嚟講係講到咧，係佢咧被打離開呢個天庭然後咧佢個地位咧大過，所以我哋咁樣講其實咧魔鬼撒旦咧有傳代咁講，佢話咩咧？佢話咧係死剩把口，因為佢已經打咗落去地上邊啦已經冇咗好多嘅地位同埋權勢。好啦，咁講完呢個大紅龍啦，咁下一頁咯。咁我哋講個古蛇古蛇，一諗起古蛇諗起邊個啊？亞當夏娃啦，係咪？咁你知唔知道耶穌基督點樣稱呼呢個古蛇咧？佢話佢係説謊之人嘅父，然後佢係欺騙人弟兄姊妹，我哋發現咧，先講撒旦死剩把口係咪？死剩把口做咩咧？就係欺騙攻擊人嘅思想呢個就係佢嘅武器。記唔記得佢點樣引誘夏娃？佢話第一，佢就話神係咪真係咁講啊？神係咪真係咁講啊？呢個就係令到夏娃懷疑咯，係咪啊？否定神嘅説話咯。然後跟住咧，佢就點講咧？佢就係咧，佢話你唔一定死嘅。咁呢個係咩啊？佢否定神嘅説話咯，係嘛？然後第三樣咩佢就話咧你食咗之後你就好似神咁樣噶啦。咁呢招好絕㗎。佢即係俾夏娃有一個幻想，有一個假嘅希望，係咪啊？引誘夏娃咁然後咧就
其實呢個咧係散播假消息嚟㗎，係咪？係咪？嗱，弟兄姊妹，我哋知道咧，魔鬼咧係好似係假裝光明嘅天使嚟到迷惑人嚇，佢偽裝善意，但係其實佢好似為阿夏娃好啊，其實佢已經種咗喺夏娃嘅心裏邊就，哇！乜神咁自私㗎？佢留翻啲最好嘅俾到我。嗱，弟兄姊妹，我哋發現咧，其實我哋嘅思想啊，係一個好緊要嘅戰場嚟㗎。今日咧好，你見到啦，今日即係呢個 social media 好多哇，好多思想一路係嚟到咧傳遞譬如傳遞咩咧？傳遞物質主義啦，你只要消費你就有滿足㗎啦咁。呢個叫消費主義啦，然後佢又推動咩咧？就縱欲主義啦、踐踏婚姻啦，乜嘢婚姻都有嘅，而家大家明啦然後跟住咧踐踏家庭啦，然後呢個相對主義啦，冇對錯嘅咁樣佢一路嚟到咧係攻佔人嘅思想，然後到最後佢個目的係咩咧？佢個目的咧就係要吞吃人。彼得點講啊？佢話撒旦好似咆哮嘅獅子，四面遊行啦，係咪？尋找可以吞吃嘅人。弟兄姊妹，撒旦咧有3支毒箭，大家聽住咯喎。大家一齊記咗佢好唔好啊？一齊記咗佢。第一支係咩咧？就係疑惑。頭先中咗啦，係嘛？夏娃中咗啦，疑惑。第二咧恐懼。第三咧灰心，一齊背咗佢嘛。第一係咩啊？疑惑。第二支恐懼。第三支咧灰心。呢3招就係撒旦好厲害嘅攻擊。而第一樣最緊要嘅係咩咧？就係疑惑。所以我再講人嘅思想係一個好厲害嘅戰場嚟㗎。魔鬼就係成日用毒箭咧射我哋，叫我哋中毒。頂住，當你一中咗魔鬼嘅箭嘅時候咧，我哋咁講你個靈就中毒咁我哋啲武俠小説成日講中咗毒咧，一定有咩有解藥。解藥係咩咧？解藥係咩啊？解藥就係神嘅説話。我哋用神嘅説話咧去抵擋魔鬼嘅毒箭。大家記得耶穌基督喺呢個被魔鬼試探40晝夜啦耶穌基督用嘅招係咩嘢就係話咧，經上記着算係咪？所以解藥就係神嘅説話。喺而家呢個咁紛亂嘅世界裏邊咧，神嘅説話其實係唯一嘅尺度，一切嘅思想主義乜嘢神嘅話係唯一嘅指引。弟兄姊妹，我哋教會咧有個弟兄而家我帶緊一個普通話嘅男士小組有個男士咧，佢翻咗嚟教會咧10幾年啦佢太太都信得住，但係佢都唔信嘅。咁我就即係同佢傾啦。我係絕對嘅無神主義者，我唔信有神蹟嘅咁跟住一路咧，我哋同佢查經啦，我哋就查馬可福音咁佢琴晚先仲講緊見證，佢話其實其實我冇乜睇過聖經㗎以前。佢自從呢幾個月啦，呢半年咧我哋一路查馬可福音，一路查。佢話我越嚟越了解到最後查到耶穌復活嗰時，啱啱就係復活節佢就認真決志信主。哇！啲弟兄姊妹開心到咧，有一個台灣嘅弟兄攬住佢，我很想淚，你明唔明啊？即係好想流眼淚然後喺教會裏邊傳開嘅時候，哇！個弟兄姊妹咧流眼淚，好開心，因為佢一直好驕傲佢話我係全教會最資深嘅不信者，好驕傲但係到最後佢信得主。弟兄姊妹，其實咧佢話我係絕對嘅無神主義者。弟兄姊妹，其實你相信有神同埋相信冇神都要信心同唔同意你相信冇神有冇證據大家諗下有冇其實好少嘅啫，係1-2樣嘅咋，講嚟講去都嗰2樣嘅咋，係咪
但係你相信有神咧，好多證據啊！今日我冇時間講啊，但係好多證據㗎，弟兄姊妹嚇。然後我繼續講啊，今日咧我哋好多嘅信念啊，有時我哋中咗魔鬼嘅箭，我哋唔知㗎。好多嘅信念咧，其實咧你係冇經過深思熟慮嘅。你自細成長，你爸爸媽媽咁講，或者個 social media 咁講，或者你老師咁講，你就信咗啦。呢個咧我哋恩光書院咧叫世界觀。你唔同嘅方法，你唔經唔覺吸收晒呢啲信念，成為你嘅世界觀。我舉個例子好唔好啊？人係馬騮變嘅，聽過舉手。好多人呢個哇信念嚟嘅咁樣，係咪？但係有冇證據啊？其實唔係好實嘅啫，啲證據係啦，進化論啊嘛，進化論其實唔係好實嘅咋，同唔同意啊？所以咧，而家越嚟越多科學家咧係懷疑進化論嘅。我舉個例子嚇，拆開講嘅啫。達爾文認為咧，單細胞嘅生物係好簡單嘅。但係而家我哋呢個研究發現，原來個單細胞係好複雜㗎，即係第一個單細胞已經係非常之複雜到咧唔可以撞彩撞到嘅，大家明唔明啊？最基本嘅假設係被否定嘅。但係聖經點講啊？聖經話人係照住神嘅形象做㗎，係咪啊？人係有靈嘅活人。好啦，另外一個信念啊，有時我哋咧你唔經唔覺啊，呢個世界冇絕對真理㗎，冇絕對真相㗎，咁樣咁好多人都係咁樣信嘅喎，係咪？但係聖經點講啊？聖經就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下一句先緊要啊！若再多說呢，就是出於那惡者啊！即係你中咗魔鬼嘅毒箭啊，係咪？然後譬如有啲話冇絕對嘅道德是非對錯㗎，即係冇乜所謂㗎。你哋私下做嘅嘢咧，人哋睇唔到，唔傷害人就得㗎啦。咁樣聖經點講啊？聖經耶穌話：佢話天地都要廢去，我個話不能廢去，係咪啊？神嘅話係永遠長存嘅。佢話你喺暗中裏邊所做嘅，神全部睇到晒啊！提出嚟都係可恥㗎。然後咧，而家最中意一句人死如燈滅。我哋琴晚咧，我同 Mandarin Dinner 咧講一個我哋成班男士啊講一個見證嚇。咁啊，我第一個題目就係人死如燈滅。聽過嘅舉手，大家我哋聽過嘅係咪？好多人都聽過人死如燈滅嚇。其實呢個假設咧，個背後係咩咧？就係人只係物質，係咪啊？死咗就乜都冇噶啦。然後個結論係咩啊？好緊要噶，個推論就係話你今生就係一切，你盡量享受啦，因為冇來生噶啦。聖經點講啊？耶穌話記唔記得個大財主啊？個大財主有錢到不得了，打跛腳都唔憂，係咪？但係耶穌點講？我盡管吃喝快樂吧，咁樣。神點同佢講啊？佢話今夜我要你嘅靈魂啊！你所預備嘅有咩用啊？弟兄姊妹，一路咁樣講嘅時候，弟兄姊妹，你發現咧呢個世界個資訊爆炸好緊要，同唔同意？我想問大家，你有冇覺得咧，好似咧總係唔夠時間睇晒嗰啲信息㗎？係咪啊？不停有新嘅 YouTube 新嘅信息，係咪？我哋冇時間嘅時候點樣咧？個結果係咩咧？個結果就係我哋唔能夠慎思明辨。你有冇聽過好多人？你自己都係㗎嚇。人哋講嘅時候，你話：你唔好講咁多推論啦，你講個結論得㗎啦。我要個結論。你有冇咁諗過啊？好多時候我哋係咁嘅喎。咁啊，結果慢慢咧，咁啊嗰啲人出 YouTube 咧，或者出啲點樣咧，佢咧就最緊要係咩咧？就要吸睛啊！我哋叫吸睛。佢講啲哇好緊急啊！這分鐘發生嘅咁樣，有咩大事發生咩咁，全部係吸睛嘅。因為點解咧？如果佢唔咁樣誇張嘅時候咧，有冇人睇啊？冇人睇啊嘛，係咪？所以佢要誇張。咁啊，結果點樣咧？結果咧，人就變得越嚟越感性，越嚟越
冇乜理性，加埋嗰啲演算法啊嗰啲咧，將啱聽嗰啲咧，即係你聽開嗰啲就不停咁加俾你，係咪？個結果係咩啊？結果就係你俾你自己嘅思想咧困住啊，出唔到去啊！所以我哋發現而家呢個世界咧就係有任何事發生點啊，一定係點啊？兩邊係咪啊？兩邊都好堅持，唔肯改變自己嘅觀點嚇，結果呢個世界就非常之混亂。嗱，下一頁唔該。嗱，我好唔使褪翻先。咁我好簡單講下，時間關係嚇。我哋點樣用聖經嚟面對呢個真理嘅挑戰呢？我好簡單講下。第一，你揾事實啊，係咪事實？呢個 YouTube 咁講好易嘅啫。而家你揾 AI 一撳落去 fact check 咁樣，咁 AI 就會寫好長俾你，呢個係咪真㗎啦？然後跟住咧揾佢嘅假設。頭先我講人死如燈滅嘅假設係咩啊？人係物質。人係冇靈魂嘅，係咪？你揾佢嘅假設，然後第三咧，你揾佢嘅推論啱唔啱嘅？你發覺好多人咧，佢嘅推論咧係偏幫佢個思想㗎，係嘛？佢嘅結論就將個思想扭曲少少嘅。我哋要留意嗱，所以弟兄姊妹，有人咁樣講啊，佢話咧，我哋要練習我哋嘅思想嘅肌肉啊。如果唔係，我哋思想嘅肌肉就會退化㗎啦，慢慢就唔識諗㗎啦。嗱，上個禮拜梁博士講到 AI 啊，你咩都揾 AI 攞答案，你唔理個思想過程嘅話咧，慢慢你就唔識思想。嗱，呢個都係 AI 帶嚟一個好大嘅危機同埋衝擊。好啦，嗱，咁我哋跟住咧，我哋講一講，跟住下一頁啦。名叫魔鬼，又叫撒旦，係咪？嗱，魔鬼同埋撒旦兩個詞咧好近㗎，有時撈亂嚟用嘅。咁但係簡單嚟講咧，撒旦咧就係神嘅敵人，同神作對嘅。咁而魔鬼係咩咧？咁魔鬼咧就係嗰個邪惡嘅、控訴人嘅、毀謗人嘅、試探人嘅、攻擊人嘅良心嘅。你記唔記得耶穌點樣話魔鬼啊？佢話：你哋嘅父就係魔鬼，因為咧佢係殺人兇手，佢唔守真理，佢説謊話係出於本性嘅。你哋就係佢就係你哋説謊之人嘅父。你發覺咧一兩節聖經講咁多魔鬼啊，犀唔犀利啊？弟兄姊妹，然後咧耶穌基督就話：你哋中間12個門徒中間有一個係魔鬼，即係邊個啊？即係猶大咯，係咪啊？嗱，弟兄姊妹，呢度特別講到咧，就係晝夜控訴人嘅魔鬼，就係控訴人嘅。我特別講呢一點嚇。當神欣賞約伯嘅時候咧，佢話呢個人完全正直啊，咁魔鬼點控訴佢啊？佢正直啊，係因為你祝福佢咋？你試下你唔祝福佢啊嗱，呢個咪控訴啊？係咪啊？控訴約伯嘅動機啊！嗱，弟兄姊妹，我發覺咧，有陣時候咧，魔鬼控訴我哋啊，藉住咩咧？藉住人哋嘅説話啦，或者藉住一啲失敗嘅經歷啦，就喺度控訴我哋啊！我咁樣講唔係講理論㗎，你經歷過未啊？經歷過未啊？覺得咧好內疚啦，甚至有時覺得好羞恥啦。再嚴重啲咧，覺得咧，我咁差，其實我唔配神愛我啊！甚至當我哋年紀慢慢大嘅時候咧，有時我哋會咁嘅喎。哎呀，我眼又聾，唔係，眼又矇，耳又聾，冇用㗎啦咁。其實呢個係出於魔鬼嘅，弟兄姊妹，佢控訴我哋，話我哋冇用啊，然後佢攻擊我哋嘅良心，叫我哋自責。佢總要嘅目的係乜嘢啊？係要我哋離開神，遠離神啊！所以我見到啲弟兄姊妹咧點樣咧，就係佢俾魔鬼控訴嘅時候，佢就唔敢返教會，亦都唔敢見其他嘅基督徒。佢覺得咧，哎呀，我即係神唔會喜歡我嘅咧，我咁差嚇，我唔達標啊，我唔夠好啊咁樣嚇。甚至我遇到最近我遇到一個基督徒咧，佢信咗主10幾年㗎啦。
佢突然間發覺咧，我咁差，其實我係咪真係得救嘅咧？咁，哇！佢懷疑呢一樣，佢一懷疑呢樣嘅時候，成個人就冧啦，係嘛？成個基督徒嘅信心就冧啦。弟兄姊妹，其實魔鬼最終嘅目的係咩咧？就要你離開神，要吞吃你。所以下一頁呢係啦，冇錯啦。所以咧我哋弟兄姊妹，我哋記得呢句經文好嘛？一齊讀啊！一齊讀會記得多啲噶。一齊讀啊！一二三，我的仇敵啊，不要向我誇耀，我雖跌倒，仍要起來；我雖在黑暗裏，耶和華卻作我的光。弟兄姊妹，呢個係對魔鬼攻擊你，你中咗毒嘅時候咧，呢個就解藥嚟噶。我雖跌倒，點啊？還要起來。我記得以前咧，我睇阿葛培理牧師嘅一本書啊，叫做《信徒快樂的秘訣》。見過呢本書嘅舉手。都有喎，好難得喎嚇。佢裏邊講咗一句好好噶，佢話就算你覺得自己幾差都好，你覺得自己點樣唔配神愛你都好，神仍然愛你，你仍然係神嘅兒女。哇！嗰陣時我好低落，嗰陣我讀緊大學，靈性好低落嘅時候，我讀到呢個時候，哇！好感動，成個人復興啊！大家認唔認識馬丁路德啊？馬丁路德就係宗教改革咧嚇，我哋今日我哋叫基督教啊，新教係咪？就係馬丁路德咧帶嚟嘅改革。你知道啦，佢要去到皇帝面前咧，要申訴辯啊，為自己申辯。咁咧就喺個房嗰度啦嚇，等候緊出庭啊，你可以咁講嚇。咁啊，等候出庭嘅時候咧，魔鬼就嚟控訴佢啦。佢話你好差啊！你好多嘅罪啊，人哋唔知噶，你唔配啊！哇！佢一路再攻擊佢，佢話你嘅因信稱義啊，係咪誤解咗聖經啊？哇！呢句攞命啊，係咪？懷疑神嘅話啊嘛，係咪啊？然後跟住佢又話啦，你有冇權去反對羅馬天主教啊？你係咪驕傲啊？你係咪個人嘅野心啊？哇！一路倒，好似成盆冷水倒落嚟啊，淋落嚟啊！辛唔辛苦啊，弟兄姊妹？哇！佢話佢當時咧，成個人差唔多好似 collapse 咁啊，靈性。咁但係佢祈禱聖靈講說話啦。聖靈就話：耶穌基督嘅寶血已經洗淨晒你嘅罪，基督嘅十字架已經戰勝咗罪同埋死亡。神嘅恩典係足夠嘅。哇！當佢一想到呢幾句說話嘅時候，佢心裏邊咧就得到好大嘅釋放。然後到佢出到嚟面對個皇帝嘅時候，佢講咗一句好出名嘅說話。佢話乜嘢啊？佢話：我嘅良心被神捉住，我嘅立場就係咁樣啊！神啊，求你幫助我。呢句就係宗教改革可以繼續戰勝嘅好重要。弟兄姊妹，我再講，魔鬼不停咁樣控訴我哋，係咪啊？但係解藥係咩啊？神嘅話語。嗱，弟兄姊妹，我想問大家，你識唔識分呢？魔鬼嘅控訴同埋聖靈嘅責備，你識唔識分啊？識唔識分啊？你要分㗎喎，你唔好蒙查查喎。魔鬼嘅聲音定係聖靈嘅聲音，你唔識分啊？咁好容易嘅啫。嗱，你諗下，我講咗咁多，魔鬼嘅控訴，佢個目的係乜嘢啊？係要你離開神啊嘛，要你唔敢見神啊嘛，令你覺得自己唔配神愛你啊嘛，係咪？所以你咪離開神咯。你一離開神嘅就俾魔鬼嗒咗咯，係咪啊？但係調翻轉，聖靈嘅責備係乜嘢啊？聖靈嘅責備話俾你聽，係啊，你係犯罪啊，你係不配噶。不過點啊？耶穌基督愛你啊，耶穌個寶血洗淨你嘅罪啊，所以你翻去神嗰度啦。佢就令你更加親近神嘅，魔鬼就叫你離開神嘅。弟兄姊妹，呢句弟兄勝過那條龍，係因為羔羊嘅血同埋自己所見證嘅道。羔羊嘅血大家都明啦，係咪？洗淨我哋嘅罪，然後我哋所見證嘅道就係神嘅真理，就嚟到呢，係
係戰勝呢個假理或者歪理嚇。其實呢個世界嘅歪理咧，其實總括好簡單嘅啫，就要我哋離開神啫嘛，叫我哋自信，同唔同意啊？叫我哋自信，唔使靠神嘅嚇。當你自信嘅時候，你唔要神嘅時候，神就吞吃你咯。啊，個人係咁，社區係咁，國家都係咁啊！弟兄姊妹，好凄涼噶。好，跟住我哋再睇啦，撒旦啦。撒旦頭先講咗咯，係敵對者、作對者、破壞王。佢一直同神作對嚇，佢要攔咗敵對神嘅計劃啊！佢同神一路喺度鬥智噶。啊，弟兄姊妹，你記唔記得咧？有一次咧，耶穌話我要上耶路撒冷，係咪？咁彼得做咩啊？彼得攔住佢，唔好上耶路撒冷啊！主咁樣，耶穌點鬧佢啊？耶穌話：撒旦退我後邊去嘛？點解彼得無端端變咗撒旦嘅？就因為佢要攔咗耶穌基督啊，攔咗神嘅計劃啊，所以佢變咗撒旦咯嚇。咁啊，跟住咧，耶穌就話：先知死喺耶路撒冷以外係冇可能㗎，即係話我一定要死喺耶路撒冷，你唔好攔咗神嘅計劃啦，係嘛？嗱，弟兄姊妹，撒旦咧，佢要控制大局，佢同神鬥智，佢要做神啊，佢要同神爭權啊！嗱，我哋一齊睇睇，一齊讀好嘛？紅色嗰個一齊讀下，1、2、3，明亮之星，做星啊，sorry 啊！一齊再嚟個明亮之星，係啦。呢個其實佢本來係講巴比倫王嘅，但係其實咧，你睇落去你就明呢個係邊個嚟啊？呢個係撒旦嚟㗎，係咪啊？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與至上者嚟到同等啊！弟兄姊妹，下一頁唔該。有一次咧，有人犯罪喺哥林多教會，有人犯罪咧，咁咧就啲人鬧佢啦，係咪？責備佢啦，因為佢犯罪嘛。咁但係保羅咧，你留意呢一句好唔好啊？佢話：你哋責備責罰他就夠啦。免得佢憂愁過分，甚至沉淪了。免得撒旦咧趁機會勝過你哋。你哋唔係唔曉得撒旦嘅詭計咩？撒旦嘅詭計係咩啊？係要控制我哋啊，弟兄姊妹嚇。最終咧，佢控制咗我哋之後，佢就要吞吃我哋啊！嗱，我哋好熟嘅經文係咩咧？就係耶穌基督嚟係要點啊？係叫人要得生命啦，並且得的更豐盛，係咪啊？但係邪惡嘅三位一體點啊？盜賊嚟係點啊？係要偷竊、殺害、毀壞，係兩個唔同嘅層面，兩個唔同嘅目的啊！啊，弟兄姊妹，嗱，頭先我已經講咗啦，魔鬼用謊言啦，係咪啊？用控告啦，其實咧喺啟示錄你睇到咧，魔鬼仲有其他詭計嘅，佢要用殺身體啊，殺人，唔拜呢個敵基督嚇，唔拜撒旦嗰啲咧，佢就要殺咗佢嚇。咁但係耶穌點講啊？佢話嗱，殺身體不能殺靈魂嘅，使唔使驚啊？唔使驚佢，係咪？然後魔鬼仲有一個詭計好緊要嘅，弟兄姊妹，佢係會將壞事咧變好事，因為佢係破壞王啊嘛，就將壞事變好事。嗱，弟兄姊妹，嗱，講得實際啲嚇，婚姻好唔好啊？唔好嘅舉手，好嘅舉手，好多人舉係咩？婚姻係好噶嘛，係咪啊？但係魔鬼就要點啊？要破壞婚姻咯。哇！我聽過好多啊，嗰啲夫婦有事嘅時候咧，佢就話：我見到佢就眼火爆啦咁。咁我就同佢講啦。啊，當然好長個輔導，我就話俾佢聽，我話其實你真正嘅敵人係邊個啊？真嘅敵人唔係你老公，唔係你老婆啊！你真正嘅敵人咧係魔鬼啊！你唔好搞錯啊，係咪啊？弟兄姊妹，我想問酒啊，飲嗰啲酒好唔好啊？唔好，
基督徒可唔可以飲酒啊？可唔可以啊？有啲基督徒就話唔可以，不過佢自己私下飲。其實酒係好噶，你記唔記得咧？提摩太有病咧嚇，保羅點樣講啊？佢話你飲啲酒啦，因為酒係有治療作用噶，係咪啊？啊喺詩篇裏邊都講啊，酒係能夠悅人心啊嘛，係咪？令到你開心啊嘛。不過聖經唔俾我哋乜嘢醉酒，點解啊？因為下邊嗰句先重要啊！酒能使人放蕩，放蕩即係咩啊？失控咯，失控咯！你一失控嘅時候，咪俾魔鬼控制你咯，係咪啊？我再舉多個例啊，嚇！所以魔鬼係用呢啲身體嘅嘢，所以而家我想講酒啦，但係其實你發現而家好多人咧係吸毒啦，係咪啊？等等，其實佢係俾呢啲嘅嘢嚟到控制咗佢。嗱，我哋再問下弟兄姊妹，手機好唔好啊？唔好嘅舉手。哇，有一個兩隻啊！哇，都有好多隻啊後邊。手機好唔好啊？好啊，都好嘅，但係又唔好。點解啊？因為而家咧，好多人指出咧，佢話手機其實係現代嘅偶像嚟㗎。佢吸晒你所有嘅注意力，係咪？你眼看看不飽，係咪啊？耳聽聽不足，上晒癮嚇，佢就控制咗你咯，控制咗你嘅時間，控制咗你嘅心神。所以好多人話我唔得閒讀聖經啊，咁但係佢搏命喺度碌喎，係嘛？喺度碌喎。咁啊，最近有一本書咧出咗，叫咩？叫 Scroll to Death 啊，即係碌到死啊！呢個死咧係指屬靈嘅死啊！你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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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忘記咗神啦，係咪啊？同埋你喺度碌嘅時候咧，你睇埋晒嗰啲係咩？係垃圾嚟嘅，你就越嚟越覺得好似神好似好遙遠咁樣。嗱，弟兄姊妹，我再講下，魔鬼佢要控制我哋，到最後佢要吞吃我哋，盜賊嚟。記唔記得啊？係要偷竊、殺害、毀壞。嗱，跟住我講一講咯嚇。紅龍啊，點解紅色嘅咧？咁啊，我有啲弟兄姊妹講普通話喺中國嚟嗰啲，佢話：哦，紅啊嘛，喜事啊咁。啊，呢個中國文化。但係呢度猶太人紅係指咩啊？係指到流血、暴力、打仗、破壞同埋殺害，所以呢條大紅龍咧，大家明白嗬？係要偷竊、殺害、毀壞。嗱，因為時間關係咧，我跟住咧我就會講到呢個嘅另外嗰兩個啦。另外一個係咩咧？就係敵基督，係喺海上嚟嘅獸嚇。我哋讀完呢段經文嚇，一齊讀啊好嘛嚇，就清楚啲。1、2、3。我又看見一隻獸從海上來，有10角7頭，10角上帶着10個冠冕，7頭上有褻瀆的名號。我看見的獸樣子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龍把自己的能力、王位都交給了他。獸的7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致命傷，但那致命傷卻醫好了。嗱，呢度就講緊個敵基督啦，嚇，敵基督好簡單，好快講嗬。呢個敵基督咧，其實咧嗰個龍將佢所有嘅權柄、能力、位置都俾晒佢，係咪啊？所以佢就係嗰個龍嘅代表，我哋叫敵基督。就好似耶穌基督係天父嘅代表，係咪啊？不過呢個係邪惡嘅三位一體。然後咧，佢帶住冠冕，基督都帶冠冕嘅喎，冠冕係代表王權，係咪啊？然後跟住咧就係佢滿身都係褻瀆嘅名號，但係基督嘅名號係乜嘢啊？基督嘅名號咧就係可敬嘅名號，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啊，佢樣樣都學嘅喎。學呢個
三位一體嘅喎。佢又似豹，又似熊，又似獅子，其實係表示佢咧好兇殘，同埋好有權柄嚇。然後咧，佢個目的係咩咧？佢要引誘啲人咧去拜呢個敵基督，就好似耶穌基督係要我哋引我哋去到拜天父。然後咧，佢行假嘅神蹟，佢好似有個傷口，係咪？好致死嘅傷口，有冇死到啊？冇死到，假死嚇。但係佢就做到好似復活咁樣嚇。所以聖經講啊，耶穌講啊，佢話咧假神蹟、假奇事係咪啊？就嚟到咧迷惑好多嘅人。然後咧，佢咧再下一頁唔該，係啦，佢講褻瀆嘅話。嗱，大家留意紅色嗰啲啊，佢叫不法之人，然後佢又叫沉淪之子，佢又超過一切稱為神明的，然後佢要自稱係神。咁好多解經家認為呢個咧就係一個世界性嘅政治嘅獨裁者。弟兄姊妹喺而家呢個時代咧，大家覺唔覺得啊？是非越嚟越混亂嘅喎。以前你覺得是嘅嘢，而家點啊？而家變成非喎。以前你覺得唔啱嘅嘢，而家變咗咩啊？變咗啱嘅嘢喎。嗱，呢個就係不法啦，同神嘅法律咧嚟到咧係相違背嘅。然後佢只係行42個月任意而行，俾我哋想到係咩咧？就係佢嘅權勢係有限嘅，係被神限住嘅。呢個就係我哋嘅盼望。幾偉大嘅羅馬帝國係咪都有呢個崩潰嘅一日？好啦，我哋好快時間關係，我哋講到獸啦。呢個獸就係假宗教。咁佢有3招，3個紅色。第一，佢有2隻角，好似羔羊，但係佢説話像咩啊？像龍。佢講啲歪理，佢傳揚呢個仇恨，佢傳揚殺人。係叫人咧生發錯誤嘅心嚇。弟兄姊妹，第一招就係佢謊言歪理。第二招係咩咧？嗱，呢段經文咧，你發現咧出現咗施行呢個字出現咗8次啊！咁表示咩啊？佢啲能力好犀利啊，係咪啊？佢講緊咩咧？就係佢能夠行大神蹟、大奇事，甚至叫火從天上降下來。大家諗起邊個先知啊？以利亞叫火從天上邊降落嚟。不過呢啲神蹟係假嘅。頭先我講咗假復活係咪？係假嘅。然後佢係推動緊咩咧？推動緊一個假嘅宗教。所以呢個係一個我哋叫假先知。然後第三咧，佢有印記嘅喎，記唔記得啊？佢印咗個記咧就可以做買賣。如果冇咧，就唔可以做買賣。即係話咧，佢控制晒政治、經濟、宗教嘅權力嚇。弟兄姊妹，我想問基督徒有冇印記啊？你嘅印記係乜嘢啊？聖靈啊嘛，係咪啊？所以佢係咪學足三位一體啊？呢個邪惡學足嘅喎，嗰啲拜獸嘅都有呢個嘅印記。嗱，弟兄姊妹，我總結啦嚇，假喺前邊頭先嗰頁，假條龍，跟住假基督，跟住假先知，係咪啊？係要引誘我哋咧嚟到離開神。最後下一頁，再下一頁。我以前咧，我做最後啦。我以前我做喺學校裏邊做校牧嘅。咁啲學生咧就好中意問問題㗎。咁咧佢哋問啲問題咧，你唔好睇笑喎。神學家都唔識答㗎喎。佢問咩？佢話點解咧神要做魔鬼啊？跟住佢又再問，點解神而家唔立刻消滅魔鬼啊？等佢搞震啊？容唔容易答啊？你識唔識答啊？識答嘅舉手。咁我就答佢，我話神冇做魔鬼，神做天使，係咪啊？係天使錯用佢嘅自由意志做咗魔鬼，係咪？然後跟住神做魔鬼有自由意志，不過魔鬼錯用佢嘅自由意志就變成魔鬼。但係神對付魔鬼咧，
唔能夠用權力嘅，因為魔鬼咧佢係用説話、用謊言、用迷惑，影響咗人嘅思想，影響咗人嘅情感意志，叫人唔信任神、懷疑神。所以如果你話要我即刻消滅魔鬼，就會消滅埋咩啊？消滅埋人咯。所以頭先大家讀個經文啊，主席讀嗰啲麥子同埋稗子，可唔可以即刻消滅啲稗子啊？得唔得啊？唔得，因為你消滅啲稗子，你會消滅埋嗰啲麥子。要等到最後大審判嘅時候，神要兼顧公義同埋慈愛，同唔同意啊？弟兄姊妹，所以點樣呢？神點樣去打敗呢個魔鬼嘅謊言呢？神就差派佢嘅兒子耶穌基督嚟，佢就要顯明神嗰個嘅榮耀同埋神嘅愛。佢用死嚟到拯救我哋，佢用佢嘅死嚟到消滅謊言，叫人重新去相信神係愛，然後除滅咗魔鬼嗰啲挑撥離間嘅說話。所以呢，有時我哋問我點解基督教因信就稱義嘅咧？咁弟兄姊妹，當然唔係好容易啦，因為耶穌基督要釘十字架，係咪？但係其實更加緊要一樣嘢就係咩？就係你相信神就為義啊！因為點解啊？因為你唔相信魔鬼，係咪？你唔中魔鬼嘅詭計，你唔跟從魔鬼，唔好俾魔鬼控制。你相信神，你就成為神嘅兒女。所以呢，腓立比書呢度咁樣講啊，所以上帝將佢升為至高，又賜俾佢超乎萬名之上嘅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嘅名，眾膝都要跪下，眾口都要宣認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於父神。弟兄姊妹，佢講緊乜嘢啊？天上嘅、地上嘅、地底下嘅所有嘅天使等等，佢都要口服心服，佢要屈膝敬拜。神係真真正正係慈愛又公義，佢甚至犧牲佢嘅兒子嘅生命。弟兄姊妹，你要相信魔鬼啊，定係要相信神呢？我哋一齊低頭祈禱。親愛嘅主，我哋真係感謝你，你為我哋釘喺十字架上邊，你係要顯出神嘅慈愛、神嘅榮耀、神嘅偉大。主啊，求你嘅聖靈幫助我哋睇穿魔鬼嘅謊言，唔好再俾佢迷惑，唔好再俾佢欺騙。求你幫助我哋睇穿佢控訴我哋，佢要控制我哋。主啊，求你叫我哋睇穿佢係要帶我哋去滅亡嗰度，佢係要偷竊、殺害、毀壞。我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主啊，求你嘅聖靈幫助我哋驅逐那惡者，就叫我哋嘅心完全嘅信服你、歸服你。我哋口服心服嘅嚟到敬拜呢一位榮耀嘅神、榮耀嘅三位一體。主啊，我哋多謝你，奉耶穌基督嘅名祈禱，阿門。好，將時間交俾主席。好多謝阿蔡蔭強牧師，咁亦都求神幫我哋去分別聖靈嘅提醒，同埋呢個撒旦嘅控告。求神都除去我哋嘅疑惑，使到唔再有恐懼同灰心。我哋回應詩係今日係唱信徒如同精兵。信徒如同精兵，陣戰向前行，
十字架為旗號，先路到我情。基督來時同誰，令我剛定王。孤當仰望揮旗，前行入戰場。誰都最將正敵，爭戰向前行。十字架為旗號，前路到我情。來住勝利旗號，撒旦棍土遁。基督精兵分着，直吹開船門。信眾高唱忠歌，地獄擊制東。弟兄皆當歡呼，讚美聖水洪。信徒如同精兵，爭戰向前行。十字架為旗號，先路到我情。唯願主民前進，歡宴聯步行。大家同聲高唱，開歌共眾興。但願榮耀讚美，為基督我主。天使世人一致，永遠齊中央。信徒如同精兵，爭戰向前行。十字架為旗號，先路到我情。奉獻係信徒對神感恩嘅回應。奉獻金錢係用於各樣嘅傳福音嘅事工，同埋喺教會嘅需要。當中朋友係未信嘅或者唔清楚奉獻嘅意義，無需介懷，讓個袋傳開就可以。請信徒準備。我哋呢個時候係唱多次靜候恩主。靜候恩主，萬年敞開，神獨你照我心深處，將真情風透我心窩，除掉往昔的酸我。主，請你進入我心裏面，解開我腰困，彰顯你大能，更新我裏面，賜我美善，藏進我的心不變。我哋一齊為獻金祈禱。神啊，感謝你，你恩典夠用，感謝你供應教會，供應俾我哋。求神都使教會能夠合宜咁運用呢啲奉獻，在各樣嘅事工上邊
叫更多人得聽福音，以致佢哋得着主耶穌嘅救恩。我哋祈禱係靠主耶穌名，阿門。報告之前呢，我首先睇下有冇新嚟嘅朋友啊，想歡迎你哋。有冇啊？我哋大家都係嚟過嘅，係好。咁喺網上嘅朋友咧，可以用呢個熒幕嘅二維碼可以聯絡我哋嘅。咁我哋好歡迎你用佢嚟有問題對我哋認識都可以透過二維碼聯絡我哋。咁我跟住係教會嘅報告啦。咁呢個報告係第一個關於主任牧師 John Merchant 啦。咁其實我頭先打擾咗佢噶啦，我即係我見到問候咗佢嚇。咁呢個報告叫你哋唔好打擾，咁其實就你哋可以見到佢就係同佢傾下啦，睇下近況啦。咁第二項咧就係教會嘅英語班咧，喺第四學期咧就10月17號復課噶啦，歡迎弟兄姊妹啦，邀請朋友參加。咁報名詳情咧同阿 Mavis 啦或者阿 George 查詢。咁呢個英語班咧係喺11月7號咧係邀請咗 Hornsby 警署嘅警務人員過嚟同我哋分享呢個防詐騙嘅題目嘅。咁呢個活動咧係有英語進行，咁在場有普通話同廣東話嘅老師咧係幫助翻譯。咁我哋又有個海報嘅，你哋可以留意，我喺個 bulletin 嗰度。咁第三項就今日係羅老，咁我就一齊慶祝羅老太嘅100歲壽辰嘅。咁你哋歡迎下你哋留步參加呢個感恩午餐啦。咁我哋係要麻煩Louina 小組負責安排午餐同清理。咁跟住一項咧係講我哋嘅葉牧師咧就係放緊假嘅，咁佢放到今個嚟緊星期六。咁有問題咧，弟兄姊妹可以同堂委聯絡。咁跟住有一個係慈善嘅捐獻嘅宣佈，咁就一個叫 Hope Street 嘅慈善機構啦。咁我哋由呢個叫做哥頓浸信會聖誕愛心捐獻嘅活動。咁呢個慈善機構係幫助Inner City 係雪梨內區嗰個有需要嘅人㗎。咁收集時間係今日開始，係至到11月16號，即係3個禮拜日。咁捐贈物品咧係可以放喺教會嘅接待處嗰度，或者花園廣場嗰度都有一個聖誕愛心奉獻箱等喺度嘅。咁佢哋嘅要求咧就係一啲清潔用品啦，例如即係沐浴露啦、洗髮水牙膏、牙刷嗰啲，即係可以等得耐嘅嘢即係清潔用品。咁另外食品咧就都係需要一啲如果有食品咧係一啲保存到嘅食品嘅，譬如嗰啲盒裝嗰啲叫 UHT 嘅奶啦、茶包罐頭即用咖啡貓糧、餅乾、即食麵、谷物棒、早餐嗰類嘢咁bulletin 都有噶啦。跟住嗰項報告咧係講恩寧之家嘅，佢11月聚會咧係嘅家事咧叫做家事齊講齊齊傾。咁喺13號星期四早上10點至12點喺哥頓浸信會地下新禮堂，即係呢度啦舉行。咁內容有詩歌敬拜、伸展活動、運動、小組分享。咁歡迎弟兄姊妹同埋公眾人士參加嘅。咁聚會之後有簡單嘅午餐，收費係12蚊。咁詳情咧同報名咧可以直接喺恩寧嗰個恩寧聚會 WhatsApp 個群組嗰度申請報名。跟住一項咧係與唐生命小組咧喺11月23日下晝2點至3點半舉辦年終嘅分享感恩茶聚。咁盼望鼓勵
小組組員一齊出席。節目有詩歌分享啦、查經心得、問答遊戲同下午茶點。如果弟兄姊妹朋友想認識更多小組運作呢，亦都係歡迎嘅，你哋歡迎嚟參加嘅。咁啊，聯絡阿 May 啦，May 豬同埋阿 Leo。咁我教會嘅通告我就講完啦。跟住我哋一齊讀金句好冇？係我哋讀兩次。請。主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他們的漂流，從這海到那海，從北邊到東邊，往來奔跑，尋求耶和華的話，卻尋不着。阿摩司書8章11至12節，第二次。主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乃因不聽耶和華的話。他們必漂流，從這海到那海，從北邊到東邊，往來奔跑，尋求耶和華的話，卻尋不着。阿摩司書8章11至12節。咁我請阿羅牧師為我哋祝福。之後我哋係清唱差遣曲。好，我哋一同起立，領受從上頭嚟嘅祝福。願那使人有盼望嘅上帝，因信將諸般嘅喜樂平安充滿我哋各人嘅心，又使我哋因着聖靈嘅大能大力充滿盼望。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安慰同埋溝通，常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我哋一同嘅唱差遣曲。蒙主呼召，謙恭敬拜，敞開心意，求主憐憐，近瞻主擁，得貼主懷，聖道威永獨信不移。願主教會應主獻差，立志披戴寶貴性命，仁愛光鮮，福音遍傳，等待他從榮耀再來。請坐，默禱之後，大家可以互相嘅問安，互相祝福。阿門。